所以神賜予教會有一個 supernatural power。我好同意啊，因為咧魔鬼就係想我哋對立，大家咧執着自己睇重嗰樣嘢，就以為係全部，以為絕對真理，以為係絕對真理，其實真係蠢到不得了。咁我覺得你今日用咗一個好好嘅比喻，呢個都幫咗我喎，就係嗰個鴿子個翼咧有18個條羽毛係嘛，9變9變嚇。咁原來咧我哋又要聖經，又要聖靈，我哋又要聖靈嘅恩賜，亦都要聖靈嘅果子。只要我哋喺 balance 裏邊咧，就好容易係合一啦。係啊，我就鼓勵我哋好多香港嘅基督徒係追求內顯性，即係成聖啊嘛，聖潔啊嘛，係咪？追求內在生命同神嘅關係啊嘛，渴慕主。所以我哋好多咩查經啊、靈修啊、冚唪唥好多嘢咧，都係內顯。建造內在生命嘅。但係我就問啦，外顯性係乜嘢啊？希伯來書第2章第4節唔係咁講，神有按照佢嘅旨意喎。呢啲旨意係乜嘢？用神蹟奇事喎，仲有百般嘅異能喎。勁唔勁啊？係啊，聖靈嘅恩賜並為他們作見證，所以神賜予教會有一個 supernatural power，為咗咩啊？見證福音啫嘛，係佢嘅旨意嚟。